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神的国度在地显现》，我是莹雪。信主的人都希望有好的教会生活，在每次聚会的时候都能有所收获。可是，在宗教堂里，牧师神父在台上搞一言堂，负责为信徒代祷，一人读经解经，把控每一次的聚会。常年讲道内容千篇一律，老生常谈，信徒们听的是索然无味，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沉默中忍耐。就这样一听就是多少年，一点收获都没有。在这样的聚会中，牧师、神父与信徒各行其事，各自所做的都是在搞宗教仪式走过程，也是为了敷衍对方，给对方一个交代。牧师、神父在台上讲，信徒们在下面，有的打瞌睡，有的玩手机，有的唠家常，有的开小差，该干什么干什么，一点儿也不耽误。熬到时间，各走各的路，各回各的家，下次聚会照旧。牧师神父讲了多少年的道，读了多少年的经，讲的最擅长的道就是奉献的道。他们讲了多少年的道，连自己犯罪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提信徒了。信徒听了多少年的道，灵里得不着丝毫的供应，别说明白圣经了，就连怎么达到不犯罪都不知道。尽管牧师神父精心准备每一次的讲道稿，试图通过每一次的聚会笼住信徒的心，但是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不管牧师神父怎么做，信徒们还是信心冷淡，灵里枯干，聚会提不起劲儿，甚至跑的跑，散的散，常常聚会缺席，咋劝都不来。即使是遇到难处有求于神，勉强来上一两次，便又不见踪影了。眼看灾难越来越大，信徒对聚会仍然没有丝毫热情。尽管牧师神父想方设法组织各类活动，聚餐、郊游、查经会、唱诗会、节日联欢等等，什么办法都想了，还是收效甚微。搞活动吃喝玩乐的时候来的人挺多，正式聚会的时候参加的人少得可怜，这严重打击了牧师神父的自尊。眼看着聚会点的人越来越少，聚会越来越荒凉，难道圣灵已经不在教堂里做工了吗？在国度时代，基督徒们迎来了全新的教会生活。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他们告别了宗教式的聚会，不再守宗教仪式，不再有牧师的一言堂，不再听牧师的陈词滥调，不再忍受牧师在高台上宣讲的宗教口号、神学知识、空洞理论，也不再忍受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取而代之的是，基督徒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读神的话，唱诗赞美神，不需要牧师的代祷，自己来到神面前祈求祷告神。更令人兴奋的是，每一个普通基督徒都可以走上讲台，分享自己对神话语的认识经历与经历了神做工之后的收获。每一个人既可以是讲道人，也可以是听道人，人人自由释放，在聚会中享受着神话语的供应，享受着圣灵的开启与光照。在这里，人人平等，人人都是受造之物，人人都有分享自己的经历与见证神的资格与权利。在这里没有宗教气味，没有社会风气，人与人之间不再疏远，心与心之间越来越亲近。在聚会中，基督徒们一起同声朗读神的说话，一起唱响同一首赞美神的诗歌，一起观看同一个经历见证视频。在聚会中，有的基督徒分享了最近对神话语的认识与经历，有的基督徒分享了怎样胜过试探，为神站住见证的经历，有的基督徒谈到了如何借着神话从消极软弱中走出来，
有的基督徒认识到了自己的败坏性情，产生了真实的懊悔。在新时代的聚会中，基督徒们自由地分享着、吟唱着、诵读着，他们喜乐着、欢笑着，被感动着，被吸引着。他们沉浸在新时代的教会生活中，真正地附上了国度时代羔羊丰富的筵席。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巴西圣保罗州全能神教会，与他们一起来体验分享当地的教会生活。以下是来自现场记者在奥萨斯库的报道。Caros telespectadores，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巴西。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圣保罗州奥萨斯库，当地的基督徒将在这里同相聚，彼此分享经历，唱歌跳舞，一同敬拜神。欢迎您加入我们，来参与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一同感受来自神的喜悦与祝福。巴西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圣保罗州全能神教会的基督徒们一大早就来到了奥萨斯库，即将在这里举行一天的聚会。他们分别来自圣保罗州多地，一路风尘仆仆。当弟兄姊妹相见的时候，心中都充满了兴奋和喜悦。Olá, irmãos e irmãs, bom dia! Bom dia! 今天真是太美好了，看看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感谢全能神给我们预备的这特别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光，跳舞唱歌，尽情赞美神。阿们。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让我们开始这次的聚会吧。我们知道大家同心合意非常重要，让我们用一首优美的诗歌来赞美神。阿们。我们一起来唱。阿们。Ó Deus, no meu coração se esconde teu amor que me faz chegar a ti docemente. Ao considerar tuas intenções, meu coração se adoça. Sirvo-te de coração e mente. Tuas palavras guiam e tocam meu coração, e meus passos de amor te seguem de perto. Agirei de acordo com tuas intenções, satisfazê-las, encantar meu coração. 唱完了诗歌，在场的弟兄姊妹心都安静下来了，聚会正式开始。接下来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全能神，愿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高举你的圣名。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从各地聚集的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你。全能的神，愿你的名在万国得荣耀，愿我们同心合意为你做见证。感谢你与我们同在，继续带领这次聚会，所有的荣耀和尊贵都归于你。感谢全能神。阿们。感谢神啊。那么我来邀请桑德拉姊妹，她要为我们朗诵这些奇妙的话语。全能神说，自从你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你就开始履行你的职责，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的命定而扮演着你的角色，开始了你的人生之旅。无论你的背景怎么样，
也无论你的前方旅途怎么样。总之，没有一个人能逃脱上天的摆布与安排，没有一个人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只有那一位主宰万物的能做这样的工作。从起始有了人类，神就一直这样做着他的工作，经营着这个宇宙，指挥着万物的变化规律与运行轨迹。人与万物一样，都在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接受着神的甘甜与雨露的滋养。与万物一样，人都不自觉地在神手的摆布之中存活。人的心、人的灵在神的掌握之中，人的一切生活也都在神的眼目之中。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一切，然而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致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阿们，感谢神。神的话语太好了。任何一样东西，或是有生命的，或是死的东西，都将随着神的意念而转动、变化、更新，以致消失。这就是神主宰万物的方式。桑德拉姊妹读完了全能神的这段话之后，紧接着安东尼又读了一段全能神的话。神说，在神拣选人的同时，神给人制定了这样的环境，这对神拯救人太有益处了。外表看，神没有在人身上做惊天动地的事，只是悄悄地、默默无闻地、静静地做着每一件事。但事实上，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为你的蒙拯救打好了基础，预备好了道路，预备好了各种条件。紧接着，神就在每一个人的不同时期，让人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你听到神声音的那个时候，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已经身为人的父母，有的人只是身为人子，就是说，有的人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人还是独身，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神拣选你的时候，当神的福音，当神的话临到你的时候，在神那儿已经定好了。神定好了一个环境，定好某一个人，或者是在某一个背景之下，让谁去给你传福音，让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听到神的话。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所有的条件，这样不知不觉人都来在了神面前，都回到了神的家中。人也不知不觉跟随神走入一步又一步的神的做工当中，走入了一步又一步神为人预备的神的做工方式当中。好的，感谢神。那么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看到，我们的命运在神的手中，他是我们的主宰和造物主，他拣选我们在这个关键重要的时刻来到这里。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命运已经由神命定。我们是最幸运、最有福的，因为我们被神拣选来经历神的做工。感谢神，感谢神。
弟兄姊妹们，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奇妙的话语。我们明白，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方，接受了全能神的默示做工。借着这些话，我们明白了神的大爱。他安排了环境，使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听见他的声音。神把我们带回来，接受他的做工，并且今天也能聚在一起，这就是他的摆布安排。感谢神。时间过得太快了，眨眼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基督徒们在一起唱诗歌、跳舞，朗读了全能神的话语。这样的教会生活多么有意义，每一分钟都令人珍惜。直到安娜姊妹提醒我们该吃午饭了，大家才意识到时间已到中午了。基督徒们在一起共进午餐。午餐过后，大家又聚到一起，下午的聚会开始了。帕特里西亚分享了他的经历。他出生于天主教家庭，也曾在福音派参加聚会12年，常常听见牧师们在讲台上论断弟兄姊妹，攻击排斥别人，这让他灰心丧气，不愿再参加这样的聚会。2020年，他在网络上寻找团契小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主内的弟兄，并被邀请参加学习小组。通过学习，他终于明白了主耶稣在末世如何降临。当我读到圣经里关于主再来的预言，尤其是关于主耶稣将以人子的身份降临的预言，我感触很深。其中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17章24到25节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主耶稣说他会被这世代弃绝。那时我在思考的时候，就好像有一道光照进来，我突然看明白了。是的，主需要以人子的身份显现，因为如果他只是在云中显现，谁还会拒绝，谁会否认主的再来呢？在寻求神话语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神只有道成肉身，才应验圣经里的预言。如果我们想迎接主，就必须先接受他以人子的身份来临。他还会以隐秘的方式做工，因为圣经中多处预言都说主会以人子来，就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隐秘降临，而不是马上公开显现。因此我才真正明白了神必须以人子的身份来做工作的必要性。后来我读到一些全能神的话语，真的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愿意读一段给大家听。全能神说，我面向全宇说话之际，所有的人都听见我音，即看见我在全宇之下的所有作为。违背我意的，就是说以人的作为与我相对的，在我的刑罚中倒下。我要将天上的众星都重新更换，太阳、月亮因我而更换，不再是往日的天。地上的万物重新更换，因我的话而成就。全宇之下的列国都重新划分，要更换我的国，使在地的国永远消失，而是敬拜我的国。凡属在地的国都要被毁灭，不存在。全宇之下的人，凡属魔鬼之人，
都被灭没。凡敬拜撒旦之人，都在我的焚烧之中倒下，即除了现在流中之人，将全部化为灰烬。宗教之界将在我刑罚列民之时，而不同程度地回归我国，因着我的作为而被征服，因为其都看到了驾着白云的圣者已来到。所有的人都各从其类，因着所作所为的区别而受各种刑罚。若是抵挡我的，都灭亡；而在地所作所为不涉及我的，因着其表现而存在地上，受众子子民的管辖。我要向万国万民显现，在地发表我亲口之声，宣告我的大功告成，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阿们。感谢神啊！当我读到神的话时，我真正明白了神必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必要性。除了神，谁还能向全人类说话呢？除了神，谁还能震动天地？只有神才拥有这样的权柄与能力。神以道成肉身发表一切真理，来审判拯救人类，好让我们有机会得着他的救恩。所以通过读神的话，我明白了我们必须接受神的审判，经历他的话语，这样才能达到性情的变化。我由衷的感谢神，感谢他让我听见他的声音，明白他道成肉身来拯救人类的必要性。阿们，感谢神。迪尔玛在经历了家庭的不顺之后，心情很低落，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一直分享全能神的话语，帮助扶持他，让他一点一点地从痛苦之中走出来。我就慢慢疏远了，但即便这样，我还是会看神的话。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痛苦，因为我感觉自己好像在黑暗里，因为没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也没能真正吃喝神的话。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当时真的是姊妹们一直帮助我，给我发送神的话和诗歌，不断把我拉回。有时我们一起读神的话，一起祷告，那种合一就像一个大家庭。对我来说，那段时间非常痛苦，但后来我学到一件事，只要呼求神的名，就能重新得到力量。感谢神，我终于回来了。姊妹宝拉特别帮助我，她甚至送了我一部手机，让我能尽本分，能继续聚会。感谢神，如今我能站在这里，坚强地站立在神的家里，再也不想离开了。我再也不愿意活在这样的黑暗中了，我想活在光中。感谢全能神，阿们。当时我很软弱，很难过，总是听一首赞美诗，是姊妹丹尼斯传给我的，那首歌叫《安静在神面前》。每当我心里难受时，他总能安慰我，一次次让我在神面前得安静。我想现在试着唱给大家听。Amo diante de Deus,
聚会中，阿德里安娜也分享了她的经历。2023年，阿德里安娜的母亲因为心脏病需要做开胸手术。在母亲住院期间，阿德里安娜曾焦虑不安，因担心失去母亲而活在恐惧之中。在神话语的带领之下，她逐渐明白了神的心意，在神摆设的环境中顺服了下来。每次从家里出来，我都会带着全能神的话语，不断祷告，把一切交托给神。神的话让我明白，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试炼，这些试炼因人而异。神让人尝过他的苦涩，也让人尝过他的甘甜。然后我明白了，那其实是神的爱。有一天，医生通知我妈妈的手术定在8号，我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身体很难受，心里只能不断向神呼求，祈求他的帮助。后来我开始呼求神，向神祷告。我什么都没有，我的父母是神赐予的，如果神今天要收回，那就收回吧，因为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的，不论是儿女、孙辈还是父母，一切都属于神。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于是我回到家，跟我的妹妹说，要向神祷告，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从神来的。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我跪在地上祷告神，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真正明白你的旨意，求你安静我的心。就在那时，我翻开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说得很清楚，神试炼我们，是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试炼，我们的心就会一直漂浮在外面的世界上。然后我就祷告神，求神安抚我的心。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感觉心里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不再害怕，也不再担忧，有一种平安在我心里。神安慰了我的心，我真正经历到，只有把心交在神手里，他才能赐下平安。那天我醒来时，整个人很喜乐，满心感谢神。于是我去了医院，到了那儿，就在大厅的椅子上坐下。当时家里很多人身体也不舒服，根本承受不了。我看着我的妹妹，对她说，要有信心，神与我们同在，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无论怎样，都是神的旨意。随后我直接去了重症监护室，妈妈已经准备好要进手术室了。然后我对妈妈说，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旨意成就。我低下头，默默地向神祷告。随后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下午2点整，一位外科医生出来看着我说，姑娘，不要害怕，你妈妈出来的时候身上会接着很多仪器，但她会挺过来的，别担心。我心里立刻说，感谢神。就在那场试炼之中，我明白了，是神在考验我的信心和我的心。我不断寻求神话语的带领，也在那一刻真实经历到平时大家常说的要把心交给神到底意味着什么。在那一刻，在试炼的时候，神在看着我，查看我内心的真实状态，想知道我是否真的信靠他，是否全心全意的依靠他。也许我可以凭自己的思想去面对痛苦，而不去寻求神的话语，但我选择了祷告，选择相信神。我向神倾诉，把一切交在他的手里，神就安慰了我的心。甚至我周围的人和姐妹们都注意到我的变化，他们就问我，因为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们，
这是因为神安慰了我的心。阿们，感谢神。在这次经历中，阿德里安娜体尝到，当她寻求神的心意，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她看到了神的祝福。在母亲接受 ICU 监护的那段时间里，阿德里安娜仍然向医生和病人们传扬国度福音，并给他们播放神话与朗诵。其中一些人接受了全能神的国度福音。在这次的分享当中，阿德里安娜还给大家唱了诗歌，若不是神拯救我。弟兄姊妹，这些经历真的太美好了。我们要感谢几位姊妹的分享，我们感谢他们，也要为他们鼓掌，把掌声献给神。是神许可了这一切。感谢全能神，让我们能在他的话语中学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在每一位姊妹的分享中，我们都看到了神的恩典与带领，看到神如何关心保守他们每一个人。所有人都能读神的话，也知道去寻求神的话。这些分享正是神通过他的话语赐下来的。阿们，感谢神。愉快的一天很快过去了。通过一天的聚会，基督徒们都被这些真实的经历所感动，每个人都感觉有所收获，对如何经历神的话语也有了一些路途。所有的人都期待下一次的聚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